来看咱的国家安全，这是过年期间袂当休困的。这国军呢，伫咧北中南拢部署爱国者防空飞弹，也头一届开放南港的这个飞弹联合媒体来翕，展示着 MQ83牵引车将爱国者3型飞弹演练机动部署。这官兵爱伫咧25分钟内收咧煞位。空军表示讲，地面会互解放军攻击，就爱靠这款的牵引车赶紧来煞位，增加战场的准活率。 模拟接到指令，爱国者3型飞弹被转移阵地，就是靠这台 M983牵引车执行机动部署。好，检查完毕后，拆下发电机护栏。两个官兵伫爱山飞弹发射车爬起爬落，合作甲正麻，甲发射架、天线、卡架6大项目拢收起来，限时25分钟完成撤收。M983牵引车就甲飞弹发射车甲做伙开始耍位。 验过 M983牵引车甲飞弹车连做伙了，长超过15公尺，现场用动态操显展示过关的技术。这种车的驾驶就要先考到连接车的驾照，搁接受专业的驾驶训练，才会当驶这种车。那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是借由每月驻训，实施在发射区。 实施绕行，并由资深的驾驶陪同训练。我们固定的阵地容易遭敌侦知或是敌空照的部分去暴露我们的原位置，所以在战时的时候，运用灵活的机动，迅速变换阵地，能够提升我们的战场存活率。 爱国者飞弹是国军现役上强的防空系统，执行中国空战的空防任务。M983牵引车负责拖爱山飞弹车，所以战术计划也正重要。要让特别任务拢顺遂，普通时就要正注重保养。 自车顶引领机油到冷却液的检修，拢袂当凊彩。战时的话，如果车辆发生严重损害的话，我们会派遣车辆修理室，然后及2名操作人员，然后之后进行2个小时内必须 维修完毕。这次军方首度对媒体公开南港的飞弹连部署了爱国者3型飞弹，肩负了首都大台北地区的空防重任。不过，因为固定的阵地在战时阶段容易遭到攻击，因此国军近年也强化机动部署。 国军强化空防战力，北中南拢有部署爱国者飞弹，也向美国国配爱3精挺型飞弹。团讲可能会部署伫咧东部，所以民众以后可能有机会伫真侪所在拢看到 M983牵引车拖飞弹车伫咧路的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